后来，甲镜头刷落来台南的新市，有一个9个月大小男婴，饲伊来食菱景，煞卡伫个篮后，厝内底人真紧张，用这个手甲菱景挖出来，结果是挖到这个小男童的规个喙拢来流血，赶紧来送病院。医生讲，这个婴幼童无适合去捕迄种歹捕的食物，若是吞物件时阵去见到，就应该爱甲伊缀这个胸坎。拍伊的尻川皮来急救，千万唔通硬挖硬挖，安尼只会造成更加严重的伤害。救护车一个到位，大人赶紧抱囡仔上车。看囡仔一直哭，大人实在真唔甘，赶紧送到病院去治疗。台南新市这个9个月大的查甫婴，大人伫甲饲物件时无细致，互灵应见着。大人一个着急用镜头去甲挖，据说讲这个囡仔喙内破几啊孔，加在送到病院了无啥要紧。相对讲，囡仔若见着，会使甲打卡车片做急救。拖住下巴这个部分，然后将它固定之后，往它的背把它朝斜下这样子拍5下，然后再转回来确认它的呼吸状况。如果还是没有排毒的话，再把它转过来，然后继续拍。卖使二胸坎。垂直按压胸部两乳头连线中央下方，每次下压约4公分，约按压30次，1上、2上、3上。总有一句唔通硬挖，因为这有可能会卡骨较深，造成无法度疗伤的伤害。